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我哋天通嘅时间，我是今晡日要教大家来训练嘅先生阿凯。等一下要教大家来做嘅係我哋肌肉同我哋力量嘅训练哦。等一下向下停頓先生来做哦。今晡日要教大家嘅动作係腳嘅動作哦。開始前我哋先做熱身嘅動作，第一個動作。腳抬上來，南頓放下來，按呢算1擺哦。我哋要做20擺，好，開始嘅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也蠻簡單。第一個動作做起來哦，要揾第二個動作哦。做嘅時節，屈下去，手向腳襠高，混沌嘅手向襠高。1、2，我哋一片會做4遍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也從呢個時節縮起、後起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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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、19、20，也係我哋第二個動作哦。等下要揾我哋第3個動作嘅，我哋明天來放，手向兩邊打開來，放好嘅話向襠高伸直。數下來，伸直，數下來，我哋要做20片哦。伸直，數下來，伸直嘅時節縮起，放下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做係路慢慢放來路好誒。也蠻我哋愛做我哋訓練嘅動作嘅哦。哪一種燈呢？不用蹲。等一下，我哋嘅手
拿保特瓶。2隻腳，一隻腳先做4倍，能彎腳哦。做的時節，一隻腳等天來風，另一隻腳向後背，不用等的蛋糕。做的時節，慢慢屈下去，風來，安尼算100哦。屈下去，風來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做hết，彎腳做哦。同樣哦，另一隻腳不用等的蛋糕，做的時節同樣屈下去，風來，安尼算10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也如係外人第一個動作哦，無你的話，去休息一下，食茶一下哦。也慢外人愛揾第二個動作，同樣拿對外人的保特瓶，做的時節，身體純直，背囊綁實，你的師傅向後背。送出去，慢慢做哦。我哋師傅送出去，身體純直，站風來，我哋算100哦。好，我哋開始嘅哦。背囊綁實，師傅向後背送出去，風來。風來，還500哦。6、7、8、9、10。也如係外人第二個訓練的動作，頭到第一個動作嘅話，腳無力嘅話，都唔是拿牙嘅。用嚟做咧，同樣一隻腳等天來風，另一隻腳用等嘅蛋糕，你嘅手用都是蛋糕，同樣哦，下去屈下去。風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可以做4遍，都溫片。下去，風來，1，安尼慢慢做入去哦。6、
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也兩個動作，如果我哋根本啲練腳嘅動作哦，也嘛我哋愛來做數槽嘅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做嘅時間，一隻腳向頭前，一隻腳向後背，身體向頭前一隻腳下去，慢慢啊下去，10分順後背，後背有綁很如何嘅哦。哦，安尼10秒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彎腳，同樣哦，一隻腳在頭前，一隻腳在後背，後背綁很如何誒？6、7、8、9、10。假如我哋第一個動作，第二個動作咧，我哋拿燈咧，一隻腳向來。身體向頭前拍下去，同樣10秒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彎腳，向頭前拍下去，同樣10秒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腳可以放下來。好多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過冇？等一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好，也嘛，我哋要開始我哋呢熱身嘅動作啊。第一個動作，腳壓上來，放下去，安尼算100哦。一隻腳要做10擺，開始嚟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也係我哋第一個熱身嘅動作哦，也嘛要揾第二個動作嘅。等下做嘅時間，屈下去，手向腳襠高，先看一隻手，壓上去，慢慢啊放下來，彎片壓上去，放下來。好，一隻腳我哋要做10擺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、9、10。命上去的时节缩起，下来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18、19、20。也如係我哋第2嘅動作哦，等下要揾第3嘅動作。我哋面體內方，手向兩邊打開來，做嘅時節手向當個唇齒，放下來，唇齒慢慢做哦。放下來，唇齒嘅時節縮起，放下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換3擺哦。1、2、3。做下，你慢慢放來，你可以嘅哦。等下，我開始做我哋訓練嘅動作嘅哦。我拿我哋嘅保特瓶，做嘅時節，手我出力咯，我哋開始嘅哦。我哋嘅桿呢拿放來。睇呢減緊當個，做嘅時節屈下去，慢慢屈下去。放落嘅時節腳出力，手出力，壓過，安尼算1擺。下來嘅時節放下來，屈下去，放來，壓放來，安尼好，我哋開始嘅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大家做20擺哦。8、9、10，屈下來嘅時節縮起，起放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。跳起，換4擺哦。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也如係我哋第1個動作。等下第2個動作用嚟做咧。我哋拿一個保特瓶入去哦。呢個動作我哋有做過，無強嘅地方係一隻腳蹬頭前，一隻腳蹬後背，
第二只数哪讲呢？用减紧蛋糕，牙膏的时节，用顿如何哦？后背一只脚，屈下去，放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我哋按脚按数来做哦。数牙膏开始的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同样哦，下去的时节缩起，放来调起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也係通作數無力的話可以用嚟做咧。數都唔是牙膏嘅，講呢用減緊蛋糕如何嘅，按嚟做嘛做得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同樣做事嘅按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。也如係我哋根本呢練腳嘅動作，一慢愛揾我哋數槽嘅動作嘅哦。我哋拿一種燈呢，數標燈嘅蛋糕，另一隻數拿頓嘅腳，身體唇齒都是綁起。按呢個動作做15秒，縮起、調起、縮起、調起、縮起、調起，放5秒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換腳。等你換片，同樣哦，我哋做15秒，縮起、調起、縮起、調起、縮起、調起，放5秒哦。5、4、3、2、1。原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要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臀線上來運動哦，我嘅身體、精神，我會越來越好哦。停痛，我哋下次見。